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7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香港反送中的头人因主家长在街头防攻击受到重伤，可能和申请20个游行有关系。伫咧家人外海失踪要2年的幻想2000战机，10月7日找到乌鸦仔，刚好判断出代志原因。在新竹关西新埔的地米要来收成啊，却因为进口地影响，无大半愿意去收。头先咱来关心香港的情势，香港反送中阁发生闹火事件，日前发起集会游行的民阵赵一林，因主家昨在街头防攻击，也受了重伤。经过治疗了后，目前状况是真稳定。民阵无排除金主家防攻击是针对申请20个大游行。在今仔日，特首林郑月娥阁出席立法会会议的时阵，民主派议员是一再抗议，阻碍着林郑月娥的发言，落尾要10多位的议员互赶出议事厅。民阵召集人金主家倒伫涂骹全集会，10日暗时，伊伫王家被45人攻击，头部甲手拢落火。救护车送去病院，经过治疗，目前状况稳定，留院观察。伊向诉求合理非抗争的民阵，捌伫6月发起100万人游行，抗议倒反条例。最近个申請20要伫九龍舉行遊行，卻發生伊被人攻擊。民陣無排除甲遊行有關聯，呼籲警方要全力追捕嫌犯。希望警方對任何嘅案件都應該一視同仁，係公正專業咁樣咧去做調查同埋執法，就唔好俾任何觀感咧，社會大眾係覺得係有一個雙重標準或者一種偏視嘅情況。金主家透過民陣成員要求警方趕緊就禮拜日遊行發出無反對通知書，讓香港人應表達意見，也呼籲大家唔通用資料來追求暴力。這是最近因2擺拄到攻擊，第一擺是伫8月，都也是伫遊行進程發生，引起各界關心。國際特赦組織愛香港有關當局愛趕緊展開調查。中國民運人士王丹發出聲明，懷疑是北京政府加香港政府指使嘅行為，讓香港充滿驚嚇，有民主派議員也質疑，有人是要喺香港製造亂局。究竟係咪有人睇唔順眼和理非，希望香港越嚟越亂，跟住借意去取消呢一個區議會呢？本馬伫反送中運動中，連續民眾受傷甚至死亡，民主派議員提白會對要進入立法會報告特首林鄭月娥表達抗議。民主派議員炮火陣兵，真濟擺阻斷林鄭月娥發言，會期2擺暫停，有超過10位議員連續被立法會主席要求離開。1點半鐘，林鄭月娥只回答3個問題，引來建制派議員對民主派強烈批評。再一次強烈譴責呢一啲議員喺議會裏邊去使用暴力。我哋好希望咧，即係議會可以回復即係正常嘅運作。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發表文章，批評反對派議員的組織迫害，親像立法會內底報道，任由香港政局繼續混亂。香港反送中運動加了4個月，立法會復會了後，議程繼續受阻，閣發生社運人士被攻擊，防破是假白線。記者綜合報道。香港反送中到今發生真濟站的自殺事件，在日前有15歲的查某學生來失蹤，被找到的是已經被燙光的水老師。香港警察初步的調查說講，死因無其他可疑的所在，用到自殺來結案，遺體也趕緊來火化，遂引起民眾的不滿。不過學校公布監視器的畫面，有民眾認定伊在世畫面有被做手過，在今仔日也有民眾上街頭要求要找出真相。香港的警察做真相去，要為15歲女學生陳顏玲的死亡原因討公道，舉抗議標語去到調景嶺香港地專設計學院，另外各地自香港各大專院校上百名大學生，嘛來到現場為死者找真相。这里是香港知專設計學院15歲女同學陳彥霖的簡易靈堂，我們可以看到現場有不少民眾前來點香悼念。由於校方公布的2段 CCTV 的影片遭質疑被篡改修改，掩滅事實，因此上百名的學生前來這邊抗議，要求校方公布所有的 CCTV，還一個真相。
因为校方进前公布2段监视器的影片，互当即期有偷改过的嫌疑。落尾校方佫公布上新的影片，时间佫较长、佫较完整，颠倒引发佫较侪质疑。甚至讲网络佫有风声讲，这是校方找人来搬演的。有人质疑陈建林在生的时阵捌参加过跳水队，是收水的高手。死亡原因竟然是以自杀渡水来结案，但是法庭遗体的时阵，规身躯拢无穿衫。不少大学生质疑死亡原因无单纯，而且警方校方调工暗砍真相。是把所有的 CCTV 片段就是公布出来，然后还原那个真相。一条15岁的生命不是应该这样对待的。但是我相信，我们作为学生，作为香港人，我们理应坚持公益的事情。陈建林命案疑点真济，民主派议员要求港警要定期调查，若无港警的威信会拢无去。不过建制派议员是认为，应该交予死因裁判庭调查，无应该过度解读。碰到有案件的时候，如果是跟抗争者是有关系的，他就很随意、随便的去结案。你可以看最新的民调说，53%的香港人是给这个警队是0分。香港的制度非常完备，它有一个死因裁判庭嘛，这个是非常完备的，它有开庭的啊，这个就是交给他们专业去处理，不应该停留在谣言当中。港警强调，死者在生的时阵无伤痕，嘛无互人性侵，但是陈建林的遗体真紧就互人火化。特首林郑月娥嘛捌回应，强调无自然死亡的案件拢会交予死因裁判庭，了后会根据调查报告，甲社会各界交代。但是，毋是伊会当掌握的。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总统蔡英文在今日透早接见美国共和党国际事务协会访问团，在会中因嘛谈论到香港最近的民主抗争，会让台湾人更加珍惜现有的民主制度，而且一国两制永远袂是台湾人民的选项。也若讲到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讲是要废除一例一休，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呛韩国瑜讲，开真济拍了票，民众拢嘛看现现。美国共和党国际事务协会访问团到总统府甲蔡总统会面，总统致辞时不止讲到维护台美关系、共同保卫民主是确保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上好的方式之一，也搁为香港反送中抗争角度切入，强调一国两制不是台湾人民的选项。人民更加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民主的制度跟生活的方式，那么我们坚定地捍卫台湾的主权与民主，继续拥护印太地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那我要重申，一国两制永远不会是台湾人民的选项。总统大选特别讲话，蔡英文也指出，假讯息真济会造成民众对政府误解，搁影响社会和谐，这是民主国家必须面对严肃课题。另外，对大选对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指出，一个只休上路，甲即马企业甲劳工拢有怨言，所以当选总统后要废掉一个只休。这个言论，互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呛。在审查的时候，国民党是主张不只是一例一休，而且要2例的，需要在改进的地方大幅的改进。那不是韩市长随机的喊，更不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到每一个县市都喊着要盖机场、要办赛车啊，在高雄已经开很多支票，都跳票了。苏贞昌阁批评一个市长上任后是毋是有认真，是毋是会做代志，阁是毋是会请假，市民自有判断。不过总统甲市长无同，韩国瑜为了选举请假放弃高雄，总统被放弃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暂时对屏东开始造势，在今仔日是对小琉球来出发。讨论地方的渔业发展、高铁通到屏东等等的议题，韩国瑜也批评讲，行政院目前的高铁版本是选举买票，若准伊来选调，会搁再重新规划，也针对着一例一休的主张来废除。不过行政院也回应讲，韩国瑜讲话拢无任何评估甲理由，凊彩做决策的风格，有影是真惊人。
这阵离开小琉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倾听之旅第2天对小琉球出发，赶快有支持者为条例加以人国旗，中昼伊阁展开座谈，伫屏东中部的潮州讨论屏东最近日纷纷的重大议题，高铁沿甲屏东案。6块多的地方，其实如果实际去附近周遭走一圈，它的生活机能是不够的。高捷还有高铁拉到潮州镇的时候，那个效益非常大。议会民众挺韩国瑜，嘛大部分反对行政院进前公布的左营延伸案，认为内底厝做高铁站伤过车远。韩国瑜嘛批评左营线是末端线，标准的选举买票。我们不同意，也不承认，我们要重新归零来思考，因为同样。韩国瑜当选，因为我们不能够让选举到了，用中央政府的资源下来做一条像盲肠一样盲肠线的高铁线，这是不对。韩国瑜嘛赞成议会民众所提议，认为高捷对南横探甲潮州效益上大，可行性上悬，强调若是当选一定会定评估。按国行政院强烈反驳，抨击韩国瑜无任何评估和理由，想到就讲的决策风格真惊人。立院议员嘛批评伊上任了后，就连轻轨都超袂好。韩国瑜下晡去全台湾唯一的韩รู标参拜的时阵，对轻轨的问题无回应，按过提出要废除一例一休。企业主跟劳工朋友怨声载道。所以我再重申一遍，如果有机会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我会主动废除一例休。因为近期暗地小琉球座谈，居民建议修改一例一休，韩国瑜资本表示当选了后会检讨，但是较无一天国改口决定要废除，伊嘛提出即卖渔业三法应该检讨。大家都认为这个渔业三法太严格，我咱渔民啊、掠鱼啊，出海都海人挡袂掉。这行完第2天的行程，韩国瑜真紧就对3项中央的政策提出主张，不过针对一例一休和渔业三法，伊打算要安怎行动，阁无进一步的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大巨蛋日前都审通过了后，台北市长郭本德今仔日也到议会来备询，也予议员批评讲，拢无伫咧注重安全问题。郭本德也回应讲，当初时大巨蛋会来停工，是因为无照图来时间，而且英国是规划9万人伫咧内底，真是降做6万，会当先来开幕就先来开幕。提出写大巨蛋奥戏拖白诈骗集团用拖单便的2个对联来考试台北市长郭文铁，和大巨蛋都审弄关成功。不离个面对市议员的质疑，郭文铁讲晚上还未摕到使用执照，后壁的路阁真长。毋过议员批评大巨蛋放连营运人数都9万降到6万，根本就是硬要通过。台北市政府完全无顾安全。我听得出来了，就是当初你的安全的标准是相当高的，现在呢？安全的标准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我们只是让它的那个营运人数下降，这是很重要的。要少的人能够开幕先开幕，要跑一段时间，我们再要增加人再处理。除了大巨蛋的案件去互质疑，议员嘛用亲民党籍黄珊珊去互郭文铁扣过去接副市长的位。即马市议员林国成嘛申请退出亲民党，问讲感谢邀请林国成加入去民众党，郭文铁是应讲 A， 所以嘛引起白营局营关系敢是发生变化的质疑。那这样问题就大了哦，橘子变白了就发霉了啦，你知道？你跟宋主席的关系有没有发霉？哈，我会跟他说明了，我会跟他说明。真的，我会找时你自己说9月3号要去看他，到现在还没去呢。不然，因为一直发生事情。另外，针对台北捷运有意思要调整票价犹太取消8折的代志，郭文铁强调讲，这不是取消犹太，是调整票价。嘛讲电机票转载犹太甲新会犹太拢未改变，而且考虑实施中性回归方案，照逐个月坐几摆来提供无共的犹太。记者综合报道。是装备2年的幻象2000战机，伫基隆外海失去联络。军方也在10月初3总算搞到一个乌鸦仔的飞行记录器，也已经送到原厂来鉴定。透过乌鸦仔内面的记录，会当还原当初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2017年11月初，空军一台幻象战机伫咧台湾北部的基隆外海执行训练，光点消息伫咧战管雷达顶面，军方出动大批人力找找，一直拢无找到，一直到去年底，就是有渔船找到发动机顶零件，军方认为找到的可能性增加，加强伫适时的海域来找找，一直到这个月初3，总算找到战机的乌鸦仔飞行记录器等等部分的零件。都是委员国家实验研究院台湾海洋科技中心来负责打捞的。10月1号出航，10月3号的时候到台湾北部目标区域
打捞到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记录器，还有发动机的后段，还有驾驶杆头。军方强调，乌阿爸已经送回原厂鉴定，来还原失事的原因。后续卖停止水下找找作业，因为晚上2000是机龄超过20吨的战机，飞行风险嘛较悬。指挥官认为，透过乌阿爸飞行轨迹画图，量早厘清失事真相。飞机任何的机械故障除非是在非常的低的低空，或者是变动作或低速的情况下就是突然间就坠海。不然除非是空中解体，只要是飞机故障那个飞行员应该都会发出求救的讯号。基本上飞机是很安全的，它都有充分的这个时间去求救。今天有出现一个比较转折的就是我们空军有正式打到黑盒子，那我觉得还蛮欣慰的，就是说这个可以及早的厘清整个事情发生的一个经过。长期关心专案的立委蔡世英对军方找到乌阿爸感觉欣慰，嘛强调这2天有甲空军联络，要求军方爱甲家属清楚通知这件代志，嘛爱甲个人报告。空军是保证讲会赶紧调查司法经过，避免遗憾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在1礼拜内就发生3站美食平台外送员死亡的车祸，也引起众人的关注。有一寡县市的政府也已经收到外送员打算要整一个工会消息，希望因会当互头路搁较有保障。穿粉红甲肤色的制服，接着要外送平台的外送员发起公益活动，买爱心餐送去桃园北调站长教养院的永丰园区。大家都是出一份心经过之后，让大家真的有关这一点骑车的安全。活动本身是为着向实际车祸过身的同事来致意，因为最近小连续传出真侪件外送员死亡车祸案例，引起外界注意，到底外送员甲平台业者应该是承担还是雇佣关系的讨论。承揽会赚的比较多，也比较喜欢这样。对，法定标准的时数以上，以雇佣关系会比较好。兼差模式，他可能有别的正常的工作，已经有劳健保，没有在8小时内通报给我们劳检处那这个依照治安法的规定，可以裁罚3到30万元。劳健保的部分，那我们今天也移送劳健保局依法裁处。用桃园这个个案来讲，劳动部认定双方是雇佣关系，劳检处嘛已经处罚。若是未来要如何保障外送员的权益，有部分县市的单位决定讲家己要做工会。他的家庭和他的生命安全需要保障。现在目前有62个会员，还是以劳健保为主。近期有比较多的社会事件发生，那我们也开始在规划一些商业保险的部分。高雄邮政署提出来，基隆市伫咧今年8月份申请筹备外送从业人员的资格工会，9月份得到市政府认证。照即卖法规，成立工会爱30个人，爱经过发起人会议甲招募等等的程序。用外送员来讲，企业无承认雇佣关系，所以要组成企业工会是较学，可行度较悬的是产业也是资格工会，两项拢有协商甲争议处理的能力。但是，敢若资格工会有劳健保，不离个资格工会有地域的限制，所以各县市敢若会当有一个，而且用即卖法律来讲。工会要行使协商权甲争议权，会员的数量拢必须达到这个行业一半以上的人数，才会使来进行。所以要处理劳资争议，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目前除了基隆市以外，台中市嘛当地协助外送员筹备资格工会，台北市嘛已经接到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资格工会申请，会赶紧来审核，提供劳工权益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真侪产业也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亲像工具机产业订单，敢若存未到4成。经济部工业局也在下晡召开记者会，提出资金贷款扩大订单，甲股本转型3大策略。不过业者甲学者拢讲，汇率是一大因素，政府除了看长的，也爱随会当趁的短期方案。工具机业者做伙向总统提出建言，希望能帮助业者渡过难关。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台湾的工具机业订单只剩4成，如何渡过？经济部工业局开记者会说明，资金融通、扩大订单以及股本转型3大政策。今年明年后年要发生的金额做一个统计，所以这样的数据呢，把它加出来的协商工时，那这个时间就是我们先蹲后跳的一个契机，所以呢，在劳动部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充电再出发的计划。工具机业者指出，政府提出的是中长期的政策，不过目前爱解决的是短期的难关，内需也爱动起来，业者也爱思考危机就是转机。真正产生的效益应该会在明
明年才会比较有明显。主管机关去稍微去调度一下经费，就可以立即再执行了。所以政府的这些作为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希望时间上能够尽快来推动实施。产业工会代表指出，在危机的时代，业者爱思考转型，改变过去代工模式，让产业升级。业者建议，地区政府部门应解决业者在汇率上的压力，长期在政策上爱协助业者分散风险。银行不能抽银根如果有加码投资的话，改善设备这些一定要优惠的利率。再来就是第二就是希望政府把协助我们重新布局。汇率上如果可以有竞争性，可能或许可以努力，但是短期我觉得可能效果应该是不大的。为协助业者渡过难关，经济部打算透过扩大订单创造216亿商机。在资金融通方面，伊甲产业工会建立共同参考，业者建议趁着这机会，将台湾的工具机产业升级、人才培养，政府建立一个优先环境，为业者斗阵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恒春机场，对于2015年到今运量拢是0，也真侪人认为讲这敢会是咧怪棒的。连今年的立营航空也停掉唯一的固定航班。为着要争取包机，屏东县政府在今年也加编900万的预算，也包一台飞行机会当补助30万，希望将恒春机场升级做国际机场。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表示讲，会鼓励业者来合作。恒春当地受到落山风的关系，起降无方便。恒春机场载运量一直拢增加。2014年规年敢若768个旅客，后来载客量对2015年一直到今年拢无半个人，向认为这是放假机场。过去佫捌传出要废掉，连唯一的航班立营航空，佫伫今年5月份宣布停飞。屏东县政府积极争取机场活化，甲真侪间旅行社签备忘录。2017年，行政院予屏东县2年7万包机春秋，同款是无任何航班。在已经都有跟一些旅行社都有签备忘录嘛，同时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所属的飞机需要比较大跑道的一个长度跟宽度。屏东县政府真侪年以来争取恒春机场活化方案，今年加编900万的预算，补助一只包机30万，地方乡亲嘛5万个会当升级做国际机场来直飞，会当成观光客来。屏东县交旅处是指出，即卖跑道敢若1700公尺，互真侪航空业者毋敢来，向中央发声，争取扩建机场，互跑道变长。嘛5万民航局透过全面的评估，明年会当有资金来投资恒春机场。包机的部分，因为涉及到航空业者他们的一个考量航线的规划，但是并没有航班。那现在在国际方面的观光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鼓励包机。好，那这个部分已经有民航局跟业者在这个讨论。贸然我们把这个机队把它变得更大的话，那这个机场就算能够落到更大型的喷射机，它可能还是一样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旅客。那如果说今天是因为有了补贴，所以才有业者要来飞的话，那等到补贴结束了，这个航班也就结束了。交通学者分析，恒春机场真侪年以来旅客真少，是因为受到落山风甲地形的限制。若是凊彩扩建机场有安全的风险，建议加强陆地交通，增加客运铁轨路的帮助，带动屏东在地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的公车，逐年拢爱补贴8亿外，才发度正常运作。不过，有的议员发现讲，尚无有10条路线，有的所在是甲捷运火车拢总灯塔做伙，有的时阵一抓车敢若20多人坐。市政府宣布要来整理公车牌仔甲路线，交通局也表示讲，最近会来检讨。民众逐天来遮坐公车，但嘛怨叹，有当时实在等伤久，规气去附近坐捷运。刚才我出来的时候写50分呐，50分现在38分，现在你看没有来，我在等那么久啊。这个站就伫高雄捷运柑仔线顶悬，公车路线嘛甲柑仔线有部分的相塔。根据市府统计，2014年到2018年，规条路线每一车处载的人数将近减半，平均只有26个人。但柑仔线2008年就通车，路线甲站牌拢无重新调整。他要撤除一个站点，他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连续1个月，那班公车那个站点没有人达成，他才能够撤除那个站点。
议员估计甲铁路也是这运小塔的路线应该有大约10条，但废站牌规定煞真严格。市府交通局嘛表示，去加上台铁地下化，会增加通勤站，确实部分的公车路线需要检讨。有增加了7个通勤站啊，那我们就是在台铁路上平行的九如路还有建国路哈这些公车路线。 我们会来检讨一下哈。因台铁的建国路、甲九如路以及捷运的路线，拢是调整的重点，包括嘛会有愈多的偏向公车改成机动车公车，希望每一年8.3亿的公车补贴会使搁减少。记者王家川、郭建顺报道。讲到台湾地是世界龙排有顶的，新竹县整地面积大约有400公顷。 其中在关西新埔地区，今年却发生讲10月要收成啊，却无厂商愿意去收。地农也讲，主要原因是加工厂库存伤过甜，搁再加上进口地米伤过济影响，有影是拼袂过。 地农辛苦用手将一片一片的地叶挽落来，这是新竹关西镇的地黄。种地真侪年的地农指出，过去3代拢是以种地为主，从来毋捌拄过无人要收的情形。我30-40年以上，就遇到这种情形。公种茶到现在都从来都不成。进口的便宜啊，我们就我们台湾茶，假如进口，听说是70-80块。 但我们台湾茶是130、140左右这样。当地议员表示，为农业会统计数字来看，去年台湾地叶总产量差不多是14000多吨，出口9500多吨，进口将近34000吨。加上进口地价上升，台湾地农用要拼袂过。供给太多的时候，茶青应该降价才对啊，但是这几年又一直在涨。 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现象是不对的。茶青滞销的那个产量跟面积的调查哈，全面性的调查，这个调查的结果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之后，我们会跟农粮署、跟制茶工会这边来协调，看看后续的产销的部分如何来协助农民。 地农希望政府能协助因解决问题，若无因的地叶将会变成甲一般的树叶同款无经济价值。县府农业处表示，后续会调查结果，协调加工厂做产销调整，互伤害降价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互真。 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美军爱自叙利亚来撤离，外界也解读是予土耳其的入侵库德族一个好的机会。众议院第16也用到354票赞成、60票反对，通过了反对美军撤离叙利亚的决议案。民主党团1票拢无减以外，阁有129名共和党议员来赞成。 美国总统川普16日白宫接见来访问的意大利总统马达雷拉，结果记者焦点拢放在叙利亚撤军问题。川普连续离谱的回应，让所有人拢生气。亲像伊讲，美国大兵已经远离前线，叙利亚甲土耳其要拍就互因拍。也佮讲库德人毋是啥物好物件，毋是小天才，即马因乱斗成一团，所以咱才要赶紧抽身闪人离开。美军走了后，俄罗斯趁机会卡灰，区域势力大洗牌。 川普讲，叙利亚即马是固定啊，有俄罗斯做靠山真好，迄边有真济山，爱偌济就偌济。啥物人要算数啊，就去叙利亚。也佮讲，美国则无爱做世界警察，要转去啊。Russia wants to get involved with Syria. That's really up to them. They have a problem with Turkey. They have a problem at a border. It's not our border. We shouldn't be losing lives over it. 不过，反对美国撤军叙利亚决议案16日众议院以354票赞成、60票反对压倒性结果过关。民主党团1票拢无照意外，也有119位共和党议员公开反对川普对待叙利亚库德人的方式。真侪位共和党大脑级人物甚至强烈谴责川普的决定。To rely on Russia and Iran to protect us against the rise of ISIS is, quite frankly, insane. 国会两党领袖当日斗阵去白宫听简报，被叙利亚问题无甲满面全大会川普当场甲众议议长佩洛西冤家，因为佩洛西是三流政客，佩洛西回应讲，伊连政客拢不如，民主党阵营最后生气离席抗议。On the part of the president was a meltdown. Sad to say.
众议少数党领袖麦卡锡行出白宫后，替川普讲话，指佩洛西将场面无甲无建设性甲反政治化，也反对有人开会到一半就离开。记者综合报道。生命是真宝贵，千万唔通做戆代志。今仔25岁南韩查某名青雪莉14号发现讲伊死点处理，警方目前是排除防台死的情形，真有可能是伊自杀。而且伊在世时阵忧郁症真严重，也因为伊长期受到网络留言的霸凌，有网友在南韩政府的请愿网站联署要求政府爱制定网络留言实名制法律。将亲戚用花枝甲白酱来拍招呼，跟那25岁南韩女车雪莉，则是警方发现伫厝内死亡，验尸结果伫16出来呀。警方排除他杀的嫌疑，怀疑讲是家己自杀。目前佮你等待道理学的结果出来，才会当结案。南韩的警方讲，雪莉在生进前得到真重的忧郁症，民众认为雪莉想袂开的原因，是因为长期受到网友恶意留言的攻击。 그걸 어떻게 해명해요? 그거를 해명하면 변명이 되고 그거에 대해서 맞서 싸우면 비호감이 돼버리잖아요. 这是2年来共一间经纪公司第2个艺人因为网络霸凌得到忧郁症转来自杀，嘛引起南韩社会关心。网友伫青瓦台请愿网站联署要求政府制定雪莉法，要求网络言论采实名制，而且加强对网络恶意留言的处罚的部分，得到超过100个团体甲真济个韩国议员的支持。 누구나 그 민주사회에서 표현의 자유는 대단히 중요한 가치이고 존중돼야 하지만 어떤 그 남들을 모욕하고 인격적으로 모독하는 말까지 그 표현의 자유가 사실 허용하는 것은 아닙니다. 韩国的民调系统 Realmeter 上新的民调显示，有70%的民众支持实施网络留言实名制。另外，有真侪受到网络霸凌的艺人出面来发声，包括南韩女车尚武，伊伫2010年去网友伫网络散布不实的谣言，造成伊有忧郁症的妈妈，怎因为安尼来想袂开。 화두로 던져져야 되는 것 같고 그런 부분들에 있어서 저도 상처를 받았지만 저는 그런 상처들을 어떻게 극복하고 싶어서 정말 살고 싶어서 南韩原本要伫2007年立法实施网络实名制，不过后来因为各网站去骇客来入侵，造成民众的个人资料漏泄。韩国政府伫2012年废除这项法律。 最近这几年，韩国真侪在讨论讲要过来实实名制，不过嘛有议员指出，实名制不一定会当减少网络谣言的状况，电脑是要加强民众对网络资讯的认识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搁在9个月，2020年东京奥运就要开始咯。一路风声讲比赛场地要换去温度较低北海道。国际奥会16日表示讲，也是惊到这个天气伤过热，烦恼选手会出问题。不过国际奥会也向宣布，也予主办的东京筹备委员会规个延期。 国际奥会因为烦恼2020东京奥运气温上悬，会影响到选手的健康，打算将马拉松和竞走改去北海道札幌举行。单方面主动对外发行文稿，原本的规划是女子马拉松比赛是伫明年8月初2登场，男子马拉松是8月初9举行，拢是伫早起6点出发。主办单位东京筹委会为着避免选手掉沙，对今年度就开始伫各项比赛当中提早演练和修正。今年的7、8月，东京平均温度摄氏30度，但是其中有一寡时阵出现34、32和31.3度，阁有互人真无爽快的高湿度。所以国际奥会即马希望将这2项比赛改去东京北平800公里的北海道札幌举行，气温计差不多56度，对选手来讲，会较舒适淡薄啊。 札幌という名前が IOC からですね具体的に挙げていただいた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は、大変驚いていると同時に光栄だと東京2020大会の成功に向けて最大限の協力をしていきたいこのように思っています。这并无定案，10月底、11月初会讨论。只不过东京筹委会和东京市伫咧知影国际奥会有这款的消息，拢带一条，明显双方无沟通好势，而且门票已经开始卖，马拉松的路线嘛出来，会经过东京塔和丰基等等。
重要的地标。伫9月才办过选拔赛、大爆棚、射喷雾系统，甚至讲已经计划要搁伫咧更较凉爽的时段办一届更较长距离的比赛试看卖影。啊，毋过这个执行方案是毋是都有够，嘛是互国际奥会有疑虑，因为到过9个外月就要开幕，变更比赛场地的情形真罕见。因为今年9月伫卡达杜哈举行的世界电竞锦标赛，发生半暝出现-38度的高温，空气阁不凉湿，也伫苏马拉松70位参赛选手当中有1/3无法度完成比赛。主办单位互人批评无顾选手的生活，国际奥会这项提议嘛得到国际电总 IAAF 的支持。有这款的案例，东京奥运要办这个比赛，保护选手变成上大声的考虑。啊，不过已经有东京的议员真愤慨讲，无想要互这个拍拼拢加了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一项无喙会食米，有脑无脑也有认知。在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所管的动物园，有一个上新的发现，伊就是发现讲一项单细胞的生物，无喙甲消化系统煞会当食物件，而且无大脑煞会当学习进化，也讲有720种性别，到底是啥物物件？咱做伙来看。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神秘的生物无喙甲消化系统，啊，不过有办法找找食物件，因吸收，并且佫家己完成新陈代谢作用。在罕见之下，这种生物看起来真像菌类，啊，不过有动物的行为模式。Donc il nous étonne parce qu'il n'y a pas de cerveau, évidemment. Mais il a une forme d'apprentissage, il a une forme presque de transmission de la connaissance quand il fusionne, et il a donc des comportements très étonnants pour quelque chose qui ressemble à un champignon. 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生物无爱盐分，就算一堆盐后边有伊甲伊的食物，伊也袂行过去。啊，毋过确实有其他共伴知影网络，这神秘的生物之间会有讯息传达，互更较侪共伴知影要如何驶过盐堆。就算科学家已经有接触过单细胞生物，啊，毋过这种神秘的黄色单细胞生物依然是一个谜。所以研究人员就以1958年，和史蒂夫·麦昆红起来好莱坞电影《优普魔点》。暂时作为这神秘生物的名字。Alors le blob est un être vivant qui fait partie des mystères un petit peu de la nature. On ne sait pas tellement bien ce que c'est. Et même encore aujourd'hui, on ne sait pas bien si c'est un animal, un champignon. C'est pas une plante, ça on est sûr. Mais est-ce que c'est intermédiaire entre un animal et un champignon? On le classe dans un groupe qui s'appelle les Myxomycètes, donc c'est un nom bizarre. 电影中的优普魔点会家己成长大起来，也搁伫山鱼过程中食掉任何物件，当然也食人。经过60年，史蒂夫·麦昆早就无伫人世间。科学家发现的神秘生物，也搁有真侪问题，等待科学家去解答。记者综合报道。拢知影讲中国要打压台湾，有影是无所不至。在苗栗通霄国中甲通霄国小，校方利用运动交流的名义，接受台商邀请，甲94位学生伫咧双十连假时阵，带去中国做两岸交流。不过有立委出面来指控，讲活动主办单位有真明显的政治色彩。而且代办的费用干那1000块尔，甚至是包食佮包住，说是带因去参观中国的建设。苗栗县通霄国中和通霄国小总共94位学生，校方以运动交流的名义接受台商的邀请，去中国平潭进行两岸交流。刘毅就指控，活动主办方明显有带政治色彩，是中国对台湾统战的手路。学生只要缴1000块的代办费，其他食大和交通全包。参访的行程。从头到尾都是在参观平潭地区祖国建设的伟大，借由学术、教育、体育的交流，在进行对台湾学生的统战。就连参访行程嘛，和体育交流无关系。李伟对整个事件提出真侪疑点，包括校方借户外教学的名义，要求伫学期中请公假，已经互苗栗县政府教育处拍回票，刷有关带上班的人去中国交流。那学校应该要确实做好第一关的把关，那县市政府也要做好，学校在呈报给县市政府的时候，也要做好这个审核跟把关监督。他是院里人嘛，那他因为蛮成功的。所以他就说他有一个回馈方案给乡里，那成全家长啦，跟成全这些学生们啦，还有台商的邀约啦，就还是成行啦。那成行就是，我们主要是考虑雨假，主要是以那个国庆假的连假为主啊，所以对学生的课业影响比较小。
面对中国用两岸文化交流包装的统战手法，这大专包的好康形成已经真普遍，防不胜防。立委呼吁各教师和立委会先紧爱变甲案例认真处理。教育部是回应讲，已经9届提起各级学校爱注意交流活动的目的、行程、文宣资料嘛，袂当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学校更加爱做好第一关的把关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头一摆由公民社会创立的模拟亚洲人权法院，在今仔日也针对着邱和顺诉中华民国案进行宣判。由台湾、日本、韩国等7国的前法官所来组成的法庭，全体一致决议认定台湾法院定词有定答，要求最高法院爱重审邱和顺案。虽然讲这个判决无任何作用。不过，邱和顺的法律师也认为讲，这是对台湾司法体系总检验。模拟亚洲人权法院则是针对邱和顺诉中华民国案进行宣判，由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等7国前法官组成的法庭全定一致决议，认定台湾法院定词无效，要求最高法院重新对邱和顺的定罪甲处刑。这嘛是模拟亚洲人权法院做出的第一个判决。被告的内国法院对原告主张其受刑求，以及本案对原告为不利认定所凭证据是否为刑求所得的事项，并没有进行有意义的审查。邱和顺伫咧1988年因为关翁玉丹杀人案，还有陆政案绑票案怎来封关，经过最高法院11届总共23年的来回更审，落尾伫2011年去予台湾高等法院判死刑。不过，规个案件去用质疑审理有问题，包括死刑的判决是用邱和顺的自闭来做主要依据，不过去用证实是用刑求逼出来的，而且上重要证物录音带无大嘛放无去，所以邱和顺委任律师由逼上定证，控诉政府违反公检公约，还有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模拟法院认为邱和顺去用单独关起来，18年来拢挂卡了，违反公检公约。对于邱和顺的定罪，始终是不公义的。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正义始终迟到。今天的这个模拟亚洲人权法院的判决虽然是模拟，但是我们相信他是正义的先生。运作最成功的就是欧洲人权法院啊，那么它会促成一些国家去修改它的法律，也能够促成那个国家重新判案子。有表示认为，模拟亚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是针对台湾司法体系总体检，不利国法起人可接受真乐观的表示，伫欧美非洲拢有人权法院所做出来判决，会当对案件本身有一定的影响力。希望讲借这个模拟法庭的成功，来推扫成立亚洲人权法院。记者综合报道。108年的课纲开始施行啊，111学年的大学入学考试也对咧调整，英语的听力测验也加考长篇听解题型。高中英文老师也认为讲，敢若是听甲看变较长，训练学生囡仔耐心，而且会采假英文听力的科系无讲介济，外界唔免伤过烦恼。The big dog on the right is looking at the small one on the left. 高中英语听力测验已经半年外，用哪看图哪听、对答、对话、答问、听解4种题型来考。因为108年课纲强调素养，大考中心最近公告111学年的题型，增加生活情境甲解决问题长篇听解。平常在练习的时候就有在做这一项，只是它是把长篇拉长，解题的方式其实就跟短篇听解是一样的，是它必须要更有耐心，所以它就比较像是素养的意思嘛哈。加考长篇听解，都会区高中英文老师是认为讲，加是教学的时阵加一寡长篇听力甲阅读。不过新课纲高中英文时数减少，学生就要家己利用时间去加强能力。另外，英听增加难度，敢会对弱势生不利？有偏向的高中老师认为，采集英听的大学系组无济，明年采用 A 核定的各管道嘛才13到18个，唔免伤过烦恼。它就是一个检核啦。那或许我们就这个成绩只是告诉这个小朋友说 ，OK， 你可能要更能够要去面对你的音听，网络这么发达，要更能够去用网络来增强，不要再讲自己是偏乡的。加利用网络资源，加听长篇文章，培养耐心。高中拢有家己的应变方式。大考中心表示，最近会请高中生来试考，未来出题目嘛会调整困难度，一定会有基本题。明年5月份就会公布参考题目来予学生练习。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日零科技的产业需求，教育部所推动的人才培养计划，去致使去读能源工程相关科系学生，对97学年的2200多人，也增加到3600多人。另类银行业者也指出讲，因为政府这几年拢伫咧推动风力发电，相关的人才需求也变真济，逐年拢嘛起码1成到2成。伫迄个数核准的石海溪测试场，测试水流零机组和波动零机组，海洋大厦今年10月初才成立的海洋能源实验基地，朝向发展海洋再生能源行。系统工程和造船系硕士班2年的林同学，伫也未接触进前，对海洋发电拢无概念，即马感觉讲真有机会。我们现在就是急起直追，那能够追多少，我真的很难讲。也许搞不好你在这边打好基础，你也可以去欧洲发展啊。我真的是我最希望的情况。台湾的海洋发电慢欧洲20档，特别的乌条零、温差零和波动零，海洋大厦在内国内的研究单位评估是有价值重视以及有可能开发的再生能源。这几年来，政府大力推动风力发电，太阳能就算有较差，99到106学年有4612名学的是能源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以离岸风电为例哦，它做好以后啊，这个大部分外国厂商回去啊。我们后面的运维才比较重要，要怎么运作，要怎么维护，这是要靠我们自己。看好在这个风电这一块，我觉得它的职缺其实持续每一年都1到2成的增加在风电这一块。因为教育部107年到110年推动人才培育计划，读能源工程系所的学生97学年2200多人，107学年增加到3600多人，增幅有6成。学界甲业界拢认为，日零科技是国际趋势，台湾要发展对教育成就，学生将学的摕来运用，对产业发展会更加有利。记者综合报道。幸福敢看会到咧？伫咧成大的研究团队透过核磁摄影甲大脑翕相，发现讲伫大脑内底甲自我概念上界有关系区域，若看到火若是流的方向是倒放伫咧走，会互人产生着幸福的感觉。这项研究成果也发表伫国际学术期刊镜头。我感的时候，你就按1，就是我们会有4个按键，说很幸福跟很不幸福。那大部分的中性图片呢，大部分都觉得一点都。详细介绍这次研究相关的幸福感指数，会当看见愈是甲人互动的测验，幸福感的指数就愈悬。新大新电影上研究中心团队近期是找到20位民众做实验，透过磁振造影进行大脑的造影，发现人只要有幸福感。大脑当中自我概念上相关的2个脑区，就会出现由内面向外口以共生元的方向扩展血流的反应，幸福感是愈悬，共振的频率嘛愈大。而这项研究的成果嘛发表在国际学术的期刊。在一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血流量在这段时间，我们呈现图片的时间，就会发现它的那个活化反应，就是说神经的活化会导致血流量的变化。另外，新大团队更发现，自我的幸福感，就亲像比赛得到冠军等等，合身躯会较光。但是，甲人相关的幸福感，亲像是母亲亲囝儿、3大同堂，量距离合身躯较远，但是范围是较大。而对这嘛推测出甲人互动产生的幸福感，关于个人公命成就的幸福感。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年轻人本来就已经知道说，我们会以为说，会不会老年人会比较觉得是那个很幸福，然后年轻人觉得自我成就才是幸福。可是后来发现到说，其实年轻人也觉得，那个未来的那种亲人或者你在乎的人，幸福也是很幸福。新大团队是讲，幸福感一出现，大脑的血流影像会以共生元的方向来扩散，就亲像人际关系同款，以自我为中心，亲属的关系向外来推展。因此，这次的研究嘛说明了人为啥会做一寡互家己真在意的人快乐欢喜的代志，更说明了做人为快乐之本的道理。团队未来嘛将会做研究无同的族群、无同年纪、甲人生阶段的幸福。记者郑混担报道。淡水古迹博物馆就摕135当前法国甲清兵伫咧河北烧战的故事做主题，用武题和音乐来重新表现，要正让人了解珍贵的台湾历史。
日头赤影影，风微微啊吹过来，伫咧淡水海关码头，行动舞者甲囡仔兄、囡仔姐的手牵起来，以天地做舞台，伫咧1884年惩罚河北之役的战火之地，重新展现清军也有法军伫咧山甲海之间两边对立、炮火连天的场面，边仔的囡仔是看甲目睭唔甘呢。你们说你们最喜欢哪一个表演？这个。为什么？因为很好玩。那你们知道今天这个活动是在讲哪一个历史故事吗？青蛙人灯。所以你们最喜欢哪一个表演？最后一个。过来，导览团队带游客到鱼港仔边，带大家行经过济碧林灯笼，再个经过观音山，这当年战争的场景。伫咧金曲奖得奖人谢明佑的口碑，也有台语歌声中感受135年前河北之役带来的生死离别。我有勇气赴死，但我更想有勇气活下。金曲歌王谢明佑温暖又个教实的声诉，随去河北之役军民无奈分开的心情。舞者搁较伫咧山线甲海线，用舞蹈和音乐连接历史，讲起迄当时台湾伫咧清朝末期取得唯一胜利的一场战争。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回溯那一段战争跟历史，希望可以用舞蹈跟和观众一起沟通的方法来让大家在一起。100多年前，淡水人参与这场保卫家乡的战争，是台湾史重要的卡野。淡水古迹博物馆希望带大家用一种新的导览形态，感受河北先辈坚定捍卫家乡的精神。记者阿敏珍、张玉水淡水报道。南澳县树石雅品学会日前在日月潭向山游客中心举办双运树石大展，拢总有120件作品出来展览。利用艺术家创意所创造出来作品，袂输是风景同款，咱也做伙来看。造型优雅又个特别的盆栽，佮加上这纹路水当当的石头作品，就伫咧日月潭向山游客中心头前展示。现场包括石雕做的地盘、五叶青、八树盆栽，总共展示120件。这全是南投县树石雅品学会的会员的创作。咱搁看伊的基调嘛，拢唔是悠悠的，拢翻粗啊，这就表示讲伊年资真久。大部分拢你甲看到足清秀、足自然，所以不管是伊的形态的统一性，是讲伊的基调配出来的迄个空间美感，拢足好的。每一件作品拢是会员用心计较、费心神创作的，其中以周庄敏、吴晓清盆栽作品，无论是外观造型、自然生成，风格佫真有特色，佫加上已经种超过20年，得到大会的总金牌。专家估计，这市价差不多超过8万块。现场参观的游客是拢看甲目睭唔甘呢。在这么优美的环境，是台湾之光。那我们台湾有这么好的地方作为一个展览，我觉得非常的棒。希望有更多人的参与，让这种这么优雅的活动可以永久的延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南投县树石雅品学会透过举办树石大展，和更较侪人分享以自然为师的理念，也运用艺术和创意，甲实物、甲石头等等的自然形态，创作出一个搁一个，互人学了解特质的作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华花坛有一间花南国小，有一座全国第1名的社区共托站。虽然讲无富丽堂皇的设备，不过因有万贯诗，室内室外拢是真属实。不管是假日或者是日时，拢会当互学生甲居民体验到读册趣味。这边有一群小朋友坐咧内底看册，外口嘛有一群小朋友坐咧走廊的空间来阅读。这是中华花坛的华南国小，一座伫咧小学校园内底的社区共托站，得到全国上水的共托站第1名。看这个书的话，我觉得不会那么无聊。然后不想吃东西的时候看这本书，就会觉得肚子很饿。阅读的机会比较多吧。就这样阅读的机会，你在家里可能只要坐着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就比较不会想去看书。华南国小庆祝55周年校庆的时阵，这个学校的图书馆目前就是社区的共托站正式来启用。
伫咧这个开放的空间，不管是室内也是室外，拢有设计看册的所在，而且唔但学校的学生啊会当来遮看册。这个所在把开放给社区的居民来使用。平时这时候随时开放的，这就没有设限了。对，外面的社区的都可以进来。校方强调，所落来会增加软硬体的设施，方便大家拢会当轻松来看册。这毋是只综合的空间，学校打造一个正爽适的所在。目前图书馆内底有超过1万本的册。不管是上课也是休困的时阵，拢会开放，欢迎学生啊和社区的居民做伙来遮，拣一本册，享受一段安静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为20度到27度。中部地区为20度到31度，南部地区为22度到32度，东部地区为22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0度到29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美国的西雅图看树林藤的墙，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